係，我相信大家都以為我喺澳門，錯。其實咧，我就喺呢個深圳呢邊。今日同大家介紹一套總價300萬就可以買得一套深圳關內嘅物業，而且係一線海景樓。什麼會所啊、游泳池啊、瑜伽室啊、地鐵啊、商場呢啲全部都有晒。關鍵係咩啊？呢度翻口岸只需要20零30分鐘時間就翻得到去。事不宜遲，我哋一齊上去睇下。OK， 咁上到嚟啦。總價300零萬，買低呢個一線城市嘅深圳，會望翻呢啲一線海景，以及對面咧就係呢個美高梅酒店樓啊，仲有商場啊，仲有呢個地鐵，有埋呢個湖景。其實大家覺得抵唔抵咧？咁先唔好咁快做定論先，入去睇下。咁呢套單位咧就117方啦，做到3房2廳2衛嚟嘅，咁而且都係現樓啦。大家先睇翻佢嘅格局，其實咧佢呢啲格局就會比較傳統啦，但係咧會比較實用啲嘅。咁廚房啊，相對嚟講會細翻少少嘅，大家去參照一下。就整個益智型嘅廚房啦，2個人煮飯 OK 嘅，多一個都有啲問題。咁佢連接翻呢個生活露台嘅，不過咧呢啲戶型佢住起身咧會特別舒服。如果我嘅建議呢間屋買翻嚟嘅話，我就會將呢邊嘅露台位置全部封咗，封咗之後咧會顯得成個客廳會特別大嘅。咁再睇翻嚟休息區啦，咁休息區一共會做翻3間房嘅，其中呢間房咧你可以參照翻佢咁樣卜通咗都冇問題。當然啦，我係唔中意嘅，會寧願做翻間客房或者係我中意打機做翻間電競房都 OK。咁褪翻出嚟呢度咧就3便式嘅洗手間，咁細蚊仔住嘅地方。整體空間感咧又還 OK 嘅，採光亦都係唔錯。主人套房其實亦都冇咩好講嘅，咁重點要睇就係呢啲景觀啊，大家咧可以欣賞下。其實咧一瞓醒覺望住咁正嘅一線海景，其實都係即係每個心情都會舒適啲、舒服啲嘅。嗱，大家覺得呢套單位點樣咧？中意呢套單位記得私信我啦。